继续来看台湾公民电线等等的团体，定这个月19到21号，要伫个台北青岛东路甲济南路迄块地啊，来举办着反国会人权的活动。本地是拍算这3天，拢要甲舞台留伫个原地，但是管辖的中正一分局要求，逐天暗时9点，拢要甲舞台拆掉。而且11米长的舞台车进驻现场，敢若开放济南路2线的车道，互因来使用。主办单位指控这个警方故意来挑战。中正一分局是出面来回应，讲有不少的民众会到济南路直接着公司办代志，避免影响到民众的权益，会看人潮聚集的状况来调整着管制范围。立法院前青岛东路短一个路口有几个警察徛伫遐要维持治安，另外一边的天桥顶嘛真侪警察。原来下晡有民间团体要来遮举牌抗议，警方唔敢大意，派80个员警顾伫遮，即马煞发生争议。那这个一拆除大概要5个小时，然后再休息几个小时，要马上要再进场，好去搭建第2天的舞台帐篷。那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抗议团体找厂商搭舞台，都要用时间甲金钱，何况讲搭了拆了搁搭，这根本是浪费人力。即使反服贸运动期间，也没有的现象，是市警局，那个甚至很可能是市政府，在下指导棋，这很显然是出于政治打压的动机。台湾公民电线等等的团体拍算伫19到20日举办公民反国会人权、拒绝民主倒提活动，规划3天舞台拢爱留伫原地，想袂到呢，还可以警方无同意，要求你逐暝9点拢爱拆，而且长11米的舞台车，敢若开放济南路2线的车道，连续3天付30万的移交费用，怀疑市府伫刁难。为避免影响交通及民众申办护照等洽公权益故协调核定主办单位于6月19、20日间时段先行使用济南路北侧2车道。中正第一分局回应讲，以往公民团体办活动舞台本来就袂当阻挡民众通行，要求主办单位将器材刷去路边。暂时才收到对方的通知，要将舞台改做移动式舞台车，这一来一往有时间差，产生误会。会看情形开放道路，何况给民众通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